家長是否經常覺得孩子在做事時唔夠專注？例如，孩子在做習作時，經常坐唔定，分心去看電腦或玩玩具，這與孩子嘅專注力有關。專注力係指能夠專心同持續進行一件事，而唔受外界事物干擾。孩子嘅專注力對佢哋嘅學習同生活有着重要影響，家長需要採取有效嘅方法，以提升孩子專注力。專注力與學習能力嘅關係。專注力有助孩子在上課時較長時間集中聆聽教師嘅教學，投入參與課堂活動，不易分心。在做習作時，能安坐一段時間，認真思考及回答題目，孩子嘅學習表現自然更好。而專注力強嘅孩子，觀察力較強，能留意日常生活中嘅事情以及妥善管理自己嘅物件，具有較強嘅生活技能。培養孩子專注力嘅方法。方法一，家中環境嘅設置。家長安排孩子做功課時，可以留意環境是否合適，例如確保孩子做功課嘅書桌旁邊冇電視機，避免電視內容分散孩子嘅注意力。另外，也要讓孩子在安靜嘅地方做功課，避免被不相關嘅事造成分心。方法二，家長安排嘅日程表。其次，延遲滿足孩子能訓練其專注力，例如要求孩子先完成習作，才能玩電腦，並時常提醒孩子需要完成嘅事情，幫助佢哋保持專注。另外，充足睡眠等嘅良好生活習慣有助提升專注力。方法三，活動或遊戲上嘅訓練。專注力係能夠通過訓練來提升，透過感官遊戲，能訓練孩子唔同方面嘅專注力，例如進行拼圖遊戲能提升孩子嘅視覺專注力，進行老師話遊戲能提升孩子嘅聽覺專注力，讓佢哋集中在一件事上，有助訓練專注力同記憶力。在進行遊戲嘅同時，家長可以給予孩子一些任務，例如設定時間限制，5分鐘內找出2張相片中10個不同之處。當孩子有目標時，更能抵抗干擾。家長欲提升兒童專注力，需要創造一個合適嘅學習環境，以免影響孩子嘅學業成績。此外，現時越來越多事物會分散孩子注意力，家長可以減少干擾因素，確保孩子在學習過程中不會被事物打擾，為學術嘅吸收同發展奠下良好基礎。